北市国父纪念馆捷运站的边仔，昨暗有人空挂落去，害一对过路的母仔囝大空跋倒，惊一个唔好讲，加在敢若小可切着伤。它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孔盖就有点松了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一对母仔囝坐伫涂骹，惊甲神魂未掉体，行路行到一半，竟然直接大喊跋倒。原来就是这个水沟仔挂。 顶悬的铁挂连同南马孔规地全放落水沟仔，警消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救防疏散。因为突然你站在上面掉下去了，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盖子太老旧了。代志就发生伫昨暝8点多，台北市国父纪念馆捷运站的边仔，45岁姓余的老祖，甲伊17岁后生行到一个坎，头前有一个直径60公分、手1米7的白水沟仔挂。 唔知是看无饱，也是冷气，害因全大喊，两个人跋倒在地，加在拢敢若刺伤，人无安怎。后续警消于现场拉起封锁线，并转报1999，请相关局处做后续处理。这个水沟仔挂甲市府的工法无同，下面无南马孔甲经历，铁挂用具全袂济。原来这个水沟仔挂是私人管的，下面连接到大楼的污水管线。 全台北市4万外水沟仔挂是市府管的，当年固定巡检5摆，另外有4000个是私人管的，恐惊无固定巡检，需要由大楼的管理会处理。它掉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跟我们卫工处以往施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对责任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先行会在最快时间，我们会用我们标准的做法，把这个人孔收起来。 然后把这个道路开放，还给这个市民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。卫工处强调，会关心伤者，协助向大楼要求赔偿，同时检查修理台北市公家甲私人所有的水沟仔挂，维护民众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